好嗱，呢度簡單講一講咧，就個套餐嘅輸入方法啦。例如係假期午市，要個半斤半肉麵嘅午市套餐。咁嗱，基本上一樣啦，就係你左邊咧就暫時唔需要理佢嘅，右手邊咧就所有嘅選項用唔同顏色就列咗出嚟嘅。譬如我話我要藥膳湯，粗幼要揀就撳咯。呢個軟硬正常亦都一樣啦。譬如話我要加個酸菜，做好咗啦，跟住咧個飲品我要凍嘅珍珠奶茶。OK，咁如果呢度有改碼要做咧，譬如話個牛肉麵啦，本身有需要改碼嘅，你就撳佢一次，撳咗之後咧變咗做黃色啦，跟住就揀隨訪信息，就呢度嘅所有選項都可以用嘅。譬如我話我求其啦，我要酒油，我要酒肉醋，我要小汁令上啊、合上啊等等，就咁樣揀。揀完之後咧，撳翻一剔。嗱，如果有其他嘢最需要揀咧，譬如話個飲品，亦都有改碼嘅。撳翻個飲品，佢變咗黃色之後咧，喺呢個飲品加料區，譬如我話我要係再加呢個仙草，要走甜。OK，咁完成咗啦。另外，譬如話個飲品可能佢係想叫唔要跟餐呢個，佢要正價減10蚊嘅。咁一樣啦，你可以咧撳咗呢個之後咧，本身嗰個飲品喺呢度啦，你可以就話撳我要其他飲品，完成咗佢之後咧，就去翻呢個飲品優惠呢度，就揀一杯正價嘅飲品咯。譬如我話係要呢個朱古力雪香，呢邊嘅改碼一樣啦，正常咁樣入啦。咁如果頭先個餐咧，其實呢度下邊嗰啲加配嘅涼菜或者小食啦，佢列晒出嚟咧係方便你直接喺度揀咯。唔想喺度揀嘅，喺隔離呢一度加配咁樣直接輸入亦都可以。嘅呢度嗰個改碼亦都一樣啦，撳佢一次，撳隨訪信息，就所有嘅呢度嘅改碼都可以直接輸落去咯。好，呢度示範一下咧晚市嘅套餐嘅輸入方法啦。譬如話二人餐係包咗一個涼菜、2個小炒同埋2個飯或麵啊。咁嗱，你撳咗個餐之後咧，基本上咧左邊你係唔需要理佢嘅，右邊呢度咧就會用顏色將每一類，譬如話涼菜啊、小炒用顏色係分咗出嚟。咁你直接輸入得㗎啦。譬如話個客係要呢個酸菜豬腸，2個小炒咧，佢要一個海鮮粉絲煲，同埋一個酸菜魚。飯咧1碗白飯，就1碗就係要轉做呢個藥膳牛骨湯嘅麵。咁你會見到咧一路撳咧，其實左邊會幫你排翻啱晒嘅。嗱，如果有錯咧，譬如話佢原來係唔係海鮮粉絲煲，唔係酸菜魚，而係呢個要一個肉燥時蔬同水煮魚。嗱，呢度撳咧錯咗嗰啲會自動幫你刪除咗，佢會記住，總之係選2項。揀好晒啦，你就去揀飲品咯。跟住我要一個凍嘅珍珠奶茶，或者甚至咧我要係2杯凍珍珠奶茶。咁基本上係入好㗎啦。如果個客係有啲咩特別要求咧，你可以喺呢邊，譬如話個酸菜豬腸需要有咩啲細項改碼要做嘅，直接撳佢一下，佢變咗做黃色，跟住你就揀隨訪信息。嗱，我求其入，譬如我話我要酒油，跟住我要多汁，嗰個水煮魚。又係隨訪信息，佢話要少辣嘅，逐樣佢咁樣揀啦。跟住嗱，譬如話個珍珠奶茶又有特別要求嘅，撳咗之後喺隨訪信息又得，改碼又得，或者飲品加料區呢度亦都可以。譬如我話我呢個係要珍珠奶茶，我求其啦，我要少奶，跟住我要加呢個仙草。第2杯咧，
我就要多冰多甜。咁基本上咧就你可以揀晒成個餐完成，咁就已經搞掂啦。